另外，昨暗伫高雄呢，是有民众行伫勤thị鼓山区公所这站的这个铁基路顶悬呢，这司机是减速骑喇叭甲伊提醒，也毋过这个民众说完全无要相让，而且佫对这司机大细声，佫这是表示讲这民众的行为已经违反着大众捷运法，上悬是罚7500块。另外，针对着公共危险罪的部分，也已经收集证据，报警察处理。 你件袂使吗？你看者袂使。穿红衫的查甫人甲勤thị顶悬的乘客一句来一句去，愈嚷愈大声。初八暗时7点外，伫咧高雄勤thị的鼓山区公所站，这个查甫人一路行伫咧勤thị的铁基路顶悬，勤thị司机看到机随打动啊，饲喇叭甲比。不过这个查甫人完全无咧信道，豆豆啊行，路尾佫对司机大细声，危险佫傲慢的行为，互真侪人拢看袂过。 对方咧讲司机有啥物要甲扒，有啥物要甲记安尼，安尼就是骂一寡足歹听的话安尼。司机其实嘛无讲，咩司机就点安尼啊。伊就拢位仔行过来啊，行位遮摕物件位仔过啊。所以伊接安尼就对啊。嘿啊。 附近民众讲，这个查甫人定拄行铁基路过来遮，都为着要捡回收互一个阿婆。其实因为勤thị的车道甲民众的生活空间相顶塔，之前嘛有人违规行入铁基路翕相，也有看到勤thị怪硬要撞过。国际公司表示，亲像安尼激皮皮，勤thị内佫无要捏话，因绝对无要吞润，已经收集证据报警处理。该民众行为显已违反《大众捷运法》第50条第1项第3款之规定，最高可处新台币7500元罚款。 本队将循线通知该民众到案说明。民众表示，勤thị鼓山区公所站遮，因为铁基路的两边徛假济，定拄有人贪方便无行人行道，直接行对铁基路过。有时保全顺路看到会甲动，不过保全毋是规工顾伫遮，这部分敢若会当靠民众家己自我约束。记者柯家族赵阳高雄场报道。